就來看台中光電病院向上院區發生一件暴力的事件，有一個住院的男性的病患，二這個鈴仔了後，護理師無馬上來甲處理，伊真不滿，轉衝到護理站，大聲來吼腰，甚至是大力來壓殺這個護理師。病院講，予壓殺的護理師並無受傷，但是護理師若要告對方，病院會全力來協助。住院病房的護理站邊啊，穿紅衫的查甫人直直甲一定護理師大細聲量，甚至佫敢若要甲人拍，性地真歹，佫用手殺其中一位護理師。我有錄影哦，等一下報警哦。邊遐的民眾看袂落去，手機啊錄影嘛發聲阻擋。另外一位熱心的查甫人嘛，看袂落去，想要過去理論。台中光電病院向上院區昨暝8樓住院病房的護理站有人佇咧吵吵鬧鬧，原來是一位住院的查甫患者，不滿市領叫護理師嫌人骹手慢踅，就走到護理站大細聲甲人拍。不好的言語去這樣子傷害別人，真的是護理師很辛苦啦。嘿，這種過度的一些行為啦，牽涉到人身安全的問題啊。佇咧病院內底起骹動手真唔通。真濟民眾真唔甘護理人員攏來責備查甫患者。聽講這位查甫人因為腳受傷住院，當時因為空嘴咧聽市領叫護理師，不過護理師佫佇咧無閒，無法度第一時間趕過，甚至到查甫人總倆講。所以現在我們就是會依政府的相關的保護醫護人員的法規進行後續的這些法律程序。院方講，扣殺的護理師無受傷，護理師若是決定要提告，得全力提供法律協助。院方嘛講，為了處理病院內底暴力，各護理站的電腦攏有設緊急的通報，骨刺刺落去，保全系統就隨顯示倒位發生代誌，通知保全人員第一時間趕過來，希望降低醫護人員面對暴力風險，守護第一線醫療安全。